2026年5月25日每日靈修，有憐憫和愛人的心幫助有需要的人。561有行動的愛心。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若是弟兄或是姐妹，赤身露體，又缺了日用的飲食，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：平平安安的去吧。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，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，這有什麼益處呢？這樣，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。雅各書2章15至17節。小故事：有位信徒是個富翁，信主禱也熱心。某天下了大雨，他的窮鄰舍沒有柴米，只好挨餓。這位富翁很同情他，對自己的孩子們說：我們為沒有飯吃的窮鄰舍禱告吧。他禱告說：求天父憐恤我們的窮鄰舍，賜他們夠用的飲食。剛禱告完，小兒子若有所誤似的對父親說：爸爸，我們看這點小事，不用麻煩天父吧。我們家中的是柴米，送給他們一點，就可以解決他們的難題了。默想：我們看到別人有困難的時候，是無動於衷，或只是口頭的同情，或實際的愛心表示呢？聖經教導我們相愛，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，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感謝你眷顧我們，供應我們生活所需要的，使我們一無所缺。但是我們周遭卻有許多窮困貧乏和有需要的人，求天父幫助我們，要有憐憫的心。為了基督和福音的緣故，我們不單只有信心，更加要加上行動，才能活出有能力的生命。不僅自己心滿意足，也討主的喜悅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